最近网络顶头针对台语名称讨论较正烈，特别是教育部坚持用闽南语，引起学者和民众不满。就台语团体提出文献来证明，讲台语这款的称呼是台湾社会用足久的名称，是对于1960年代了后，国民党政府为着要推销国旗政策，强化台湾人的中国意识，才硬要用闽南语来取代台语这款的叫法。另外，也有立委站出来呼吁教育部，要根据着国家语言发展法的精神，尊重台语族群对家己母语的称呼，赶紧把闽南语的叫法改做是台语。针对台语这个语言名称，根据文化部的调查，有70%的人用台语来称呼。教育部却坚持用闽南语，搁互中国学者提来打压咱台语的叫法，引起学者和民众的不满。有台语团体提文献指出，其实1960年代进前，国民政府也是使用台语的叫法，是1960年代了后，为着要强化台湾人的中国意识，才要求把台语改叫做闽南语。闽南语这属颠倒是。国民党政权伫60年代为着要推销国语政策，才开始使用的一个算做讲政治上的名词。咱教育部爱带头开始来带动来使用台语这个名词。另外，台语团体嘛强调，台湾的台语早就融合关注闽语、客语和日本话等等，是台湾几百年的历史累积起来语言，和中国的闽南语伫咧各种语序和用法拢有真大的相差。针对这届的争议，民进党立委陈培如嘛要求教育部得根据国家语言发展法的精神，尊重台语族群对家己母语的称呼。我感觉用台语这个名哩，应该较有咱的台湾的主体性。我是支持甲这个名爱统一甲对啦。咱看要来开公听会，还是开座谈会，我感觉这种会使叫人爱去做的代志。同时，我嘛要求教育部，伊要甲这个代志，这个声音提转去，互因相关的部门去研究。立委陈培如表示，伊支持用台语来代表语族的主体性，伊嘛呼吁教育部莫阁用劝讲，也是无社会共识来议题。陈培如表示，伊也拍算要求教育部开公听会，也是座谈会，邀请专家学者、民间团体等等做伙来研究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